係咯，但係我有樣嘢唔係好明喎，明明咧個男主角咧又係叫律師，點解佢又唔叫大狀嘅？仲有喎，個導演點解又唔安排一場戲俾佢嘅宿便嘅？劇情上佢係事務律師，好似同大狀又唔同噶喎。嚇，係咪咩唔同啊？咁大律師咧就會主要做呢啲同訴訟有關嘅工作啦，而事務律師咧除咗訴訟嘅工作之外咧，仲會做一啲非訴訟類嘅工作，例如係公司嘅合併啊，或者公司嘅上市啊等等。另外咧，大律師就喺香港各個級別嘅法庭啦都有出庭發言權，而事務律師咧，如果喺高等法院嘅部分案件，以及係終審法院咧，佢哋要經相關嘅委員會去申請，先至會有出庭嘅發言權。最後一點值得留意嘅咧，就係大律師咧就唔可以直接接觸客戶嘅，咁咧需要經過事務律師在場先至可以接觸客戶，而事務律師咧就可以單獨接觸客戶。